另外有一群来自都市的台专后生人，去到新义乡的石木国小，听说新年呢来做寒假功课辅导的工作。学校表示讲，因为家长但是如系工作人，故说寒假的时间，好多学生的生活作息可能过唔正常，有安尼的发通，使得听说新年呢完成功课。 呢個時節，小朋友就應該喺邊寒假，因為全部就到學校內呢。原來有一群台專生特別來到新木國小做義務嘅考場輔導工作。有邊嘅學生人數較少，所以來到台專生做啲一隻指頭記錄加功課，幫學生韓國同學都取得當歡喜。學校嘅先生講，因為學生都進到學校內，咁但係功課做啲古多，生活也係正常咧。不考按銷誒。 全部都要搞张国思想。嘿呀。因为我觉得来学校有朋友陪我玩比较好，不会很无聊。对他们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啊，而且呢，就是不会说整个假期那么长，就是荒芜嬉戏啊，然后呢，整个课业都松懈这样子。那他们来学校参加活動的話呢，那學校有幫他們準備午餐，那至少他們呢在3餐裡面呢有1餐是很正常的，而且呢就是吃得比較豐盛的。 啲大家寫功課寫到一隻匍匐嘅時節，嚟勸台專生係為圖大家做吞空發通，所以啲通都幾有受傷。嚟勸台專生講，因為新木國小地方狹窄，平常時接觸嘅資源冇多，啲爸爸暑假過後係難試着關懷，所以就會先到新木國小嚟做安樣嘅夫婦。 我们这个活动是響應88水災嘛，88水災當然就是要深入比較災害區，然後就是比較偏遠的地方。如果不偏遠的話，我們又何必就是把這樣子的服務，就是這樣子的愛心這樣子發送出去？那就在平地的資源本來就是很豐富的啊，我們當然就是要選比較需要支援的地方。 嚟勸大到生氣嘅小朋友，雖然講冇從都市地位小朋友，就嚟要當到嘅人群發同做啲前程。咁我哋還要嚟勸台專生合作，強壯做啲本基的國家都快樂，係個歷史上最長嘅寒假。下新聞李鳳琪南投報道。